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今仔日是正月初七，全台湾天气拢真好。公告中预告，今日高速公路的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倍半，上北到南东总站。嘉义大埔今早起发生规模5.6个地震，台南有大楼的 A 墙吹气撼到轿车，那这阿里山公路摇州连落来击到一台轿车。台北有一间日本料理餐厅29暝的定位系统故让人客等真久，甚至有人客食到到底是吐骨头，卫生局即摆也在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恭喜，欢迎收看1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今仔日呢，是这正月初二，过年连假的第6天，全台湾是天气拢真好，高速公路的车也变较侪啊。这高公局预告讲，今仔日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倍半，上北到南拢总摊。那讲到是天气方面呢，今仔日这时有较烧热，那明仔载初3水气变较高，中南部、东部拢会落雨。请照顺序摆伫现场，摆甲长乐路，设置等于外头厝，未少人到清水地一公园，每一个转口拢客满游客要煮物件，人车受够多，宜兰警方也加派人力伫疏河这所在加强速度。预报高度出现车潮，公路上棒宜兰到北那时速不到40公里，高公局提醒恐惊要搭到半暝啊，初3会搁较窒。在国道5号北向，则是从明天早上10点开始有车多拥塞情形，会一直持续至隔天凌晨的3点左右。下晡开始，国道上北车道车愈来愈多，高公局有告，设置交通量是将近平常时的1.5倍。有告初3上北也有真侪路段塞车，而且继续到暗时。另外，在天气方面，太平山透早出现美丽云海景象，只有0度左右。设置平地上气温出现在苗栗大湖，只有4.8度。气象署表示，初2之时继续回温，暗过到初3水气的增加。明天初3水汽会慢慢由南往北移动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请大家携带雨具备用，而且可能是先从南台湾先开始影响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地区。初2之时较烧热，暗过暗时到透早也是出现低温。到10月初4、初5有方面接近台湾，这方面有雨。下礼拜2开工日会有强烈冷空气帅气到位，目前按算会有较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登记。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今日去到屏东分这福地啊，着民众透早来排队。赖清德致辞的时阵，也甲这民众拜年，也提醒时代着爱注意诈骗。另外，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去到桃园的公庙参拜。杜英泰表示讲，政府有真侪愿景目标爱拍拼，不过伫咧立法院遇到困难，就亲像这车链消防，着爱管好把，车咧走才会顺。总统赖清德初2落南屏东发福地啊，请民众透早就来排队为新年祈求好吉兆。去年他是副总统的身份，所以就来；今年他是总统的身份，所以我就是还要再来一次。民众受够多，就算排队排真久，也无感觉辛苦。总统赖清德除了祈求国泰平安，也提醒老大人爱设置防毒骗图，尤其是咱群组的投资诈骗的手法。骗我话伊安尼赚偌济钱安尼这个也伫遐讲，迄个也伫遐讲，爱特别注意。手机啦，咱亲自无熟无识的，你千万唔通相信。另一边，行政长杜英泰初2也真无闲，去桃园公庙拜拜祈福。杜英泰致辞时阵讲到，伊头先要祈求的是德政府，希望大家永不分彼此，斗阵为国家社会打拼。好像是为中央政府总预算，立法院甲行政院经伫遐透露心声。即摆咧，另外小可拄着困难，咱这台车有4个人啊，一个就小可消防。所以未来过年咱一定要从这个人啊，方面管落管落管，这台车走了大会紧，大会顺，大家放心。这个年，请大家安心过这个好年。过年以后，这代志交由我来处理。
杜英台表示，总统的清洁执政理念是要保护国家主权，政府也全力推动土地标大设国，引进世界先进科技嘅大厂，希望让台湾继续伫科技业有领先的地位。公视新闻综合报道。过年期间也是有地震，今早起10:11发生规模5.6的地震。这地震中心点是伫咧嘉义大埔，佮有4届地震刷起来，规模是3.2到4.3。气象署的地震测报中心就表示，这拢是1月至1大埔地震的地震尾，未来一礼拜可能会有更较大规模的地震尾。今时期间透露到放满物件的房间原本正平静，一时物件开始有震动，进度未细，随之地区佮翻新。为早起6点开始，台南南西发生规模4个地震，到10:11，嘉义大埔佮发生规模5.6地震，10分钟之内连续5摆地震。我刚有走出去，无啦，无啊。哦，惊无效啦，惊是惊啦，无效啦。当然是人心惶惶啦，这个是天灾你嘛不知道啊。嘉义台南的民众明显感受地震威力，手机传来地震警讯，走起路的台南民众一直讲真恐怖。那它的最大震度在大埔有5强，那其他地区呢，像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也都有观测到最大震度4级，还是算是大埔地震的余震。下晡3:16，佫发生规模4.9的地震，震央伫台南南化，深度近10.6公里。针对嘉南地区一直地震，有专家认为震央跳来跳去，范围有扩大出去。在南西的那个地震是有往预警的方向走啦，但是还没有到预警。今天的话比较特殊，它那个6:01的那个地震余震它都是在口孝里断层的东边嘛，它现在跳到口孝里断层的西边去，属于龙后断层的那个系统。地震测报中心分析，初次早起规模5.6地震是控制至1大埔地震地震尾，原因是板块小溪西部落山带，目前有关无法度判断是甲倒一个断层有关系，也提醒未来一礼拜有关可能有较大规模地震尾。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大埔今早起10点外发生规模5.6的地震，这台南府前路有一栋大楼，楼顶的这 A 墙啊被开，暗晡土脚落落来，结着停伫下骹的轿车。这市政府赶紧甲住户疏开 A 墙啊拆掉。另外，台南南西瓦近嘉义大埔的山区也有走山的情形，嘉义的阿里山公路也有石头连落来，撼着一台轿车，加在是无人受伤。那这台铁和高铁也因为地震的关系，车帮拢有万分。规土卡的阿木土架甲泰路路边的车玻璃窗车顶拢降落去。嘉义大埔30早起10:11发生随时规模5.6地震，伫台南府前路2段的大楼下壁大面积落落去，铁片也损坏，用要落落，好卡在无人受伤。重建那但是因为地方的那个住户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一直整合到现在还没有整合好。那所以不但是台风发生。这个风大，发生这个瓷砖掉落，现在更严重。府前路因为前风危叫封路，差不多40年来大楼，民国181年就被列为规楼免大人，暗过有缘大2户。一楼不是安全范围，有单山的点头。即马大楼因为地震佮受损，修复疏散佮安置住户，赶紧拆掉7、8楼的壁，也佮有铁片。这边不可能再住人了，都已经这样了，再住下去有意思吗？地震佫造成台南南西区甲金阳大埔的交界所在走山，民众看到山区有大量沙尘。嘉义阿里山公路69.5公里的所在，也出现大量石头连落，佫讲到一台车佫阻碍双向通行。公务段派遣大型机具至现场移除落石，于12时52分恢复全线通车。地震也影响台铁甲高铁班次，虽然路线无受损，不过分别启动巡检甲降速这影响机制，台铁44班次受影响万分，高铁有9班受影响。中央站大厅中道，客家拢是单车人。天灾嘛，就是大家就互相一下，没关系啦。看板警员记者帮助晚分10到47分钟，都是车子等故乡，也和部分旅客行程受影响。因为是天灾，旅客拢应体谅，因为平安到位才是上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
蔡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美国航空载人客无人机自到暗时，伫雷军华盛顿国家机场附近呢，伫咧半空中和美军的乌鹰直升机相撞了后，落入去河内面。这华府市长包赛顶人开记者会，敢若讲到有300多人投入搜救行动，目前找到偌济遗体，敢也有生还者，这拢无对外来说明。载着60个乘客甲4名机组人员的美国太平洋载人航空小客机，伫进入雷军华盛顿国家机场准备降落时，甲一只载3个军人正伫这片飞行训练的美军乌鹰直升机，伫空中相撞了后落入去河内底，有看到人讲，敢若亲像大型的烟火共款。就伫演员发生前无到30秒时，塔台人员问乌鹰直升机是毋是看到这要降落的小客机，并且经由无线电呼救乌鹰对小客机后面通过。不过伫几秒了后，2台无人机就相撞。因为机场遂停止所有起降作业，甲所有跑道关起来，要求其他的飞机改到其他的机场。10外台的消防车甲救护车以及紧急的救援人员是赶紧到机场协助救援。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警方对波多马克河获到真侪具的遗体。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讲，川普已经听取简报，随后川普伫家己的社群平台发文，除了表达哀悼，也质疑直升机的这个飞行路线甲塔台指示。美国航空公司是讲，正积极甲地方、也有州以及联邦政府合作来救人。Our efforts now are focused entirely on the needs of our passengers, crew members, partners, first responders, along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loved ones. Yes, both aircraft are in the water. The focus now is rescuing people, and that's what all of our personnel are focused on. 警方讲，消防专家也已经加入河上的救援行动，不过天色渐渐暗嘛，而且天气真寒，也增加救援行动的困难度。公视新闻新乐配编译。讲到美国加州洛杉矶的野火是灾情真严重，真侪居民就要离开家己的家园。这厝烧起了后呢，拢是有毒的物质。当地政府是派专人去清，而且有开放部分区域，互居民登去款物件。因为有一寡民众呢是无甲因兜饲的宠物带走，这动物管制人员有去甲宠物斗饲，希望主人赶紧来甲因带走。透过门窗，因看到猫仔看向外口，伊主人因为野火烧到隔壁，紧急撤离，毋过无将伊带走。当地动物管制官出门巡逻，发现伊家坐伫厝，马上将食物甲清气的水送入去，伊就开始食。官员搁伫门下口打通知单，希望主人用伫48点钟内带走动物。So far, we've rescued approximately 350 animals. Luckily, there's been so many fosters that the citizens of Los Angeles came and are fostering so many of our animals. Our now our shelters has room for everyone's animals that's been affected in the fires. 无小气的家园，也有宠物，毋过有的所在已经互野火烧甲绿苍苍。这对姐妹也穿防护衫、护目镜、防毒面壳，全副武装登到厝。虽然厝已经烧甲只剩壁，毋过支持部分地区温存居民转去。姐妹决定转来替阿嬷留落来回忆。It's warming to my heart. It's nice to have those. They might be slightly altered, but that'll be the uniqueness of them. 互野火摧残的家园，留大量的土石甲有毒的物质。而塔迪那镇都超过1万栋的建筑被摧毁或者是损坏。联邦紧急事件管理署表示，派工作人员穿防护衫、面壳甲手笼，伫一片绿苍苍当中找出有毒的物质，各赶紧协助清除。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北呢，有一间正出名的日本料理餐厅，就有民众用1粒星的评价来表示伊的不满，是因为29暝迄天呢，这定位系统故障，餐厅流程拢总乱去，坐入去餐厅等出菜是拢等真久，送来的菜也有一寡拢是冷去的，而且也佫有为顾客写讲食到到底是土骨头。目前业者是有出面解说，市政府也强调讲目前无接到任何通报，但是会派人去稽查。点开台北这间有名的日本式料理餐厅，谷歌评论去小网友留下1000负面的评论。有民众写着讲，伊伫过年暗暝去食饭，去小的规拢硬去，看到民众所翕的相片，毋拿水果盘的樱桃，互切掉一半。迄天敢若因为系统故障，对坐落去甲菜来拢等真久，敢若伫食法国餐共款。也有其他民众讲，等去厝了后，厝内底人出现闹吐舌，业者是赶紧出面来回应，确认我们的制程是不是都符合我们原来所设定的。
但是那一天的物料跟储存是非常动很快，因为其实我们那一天的来客数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个物料的新鲜度，我们来讲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业者出面回应讲，过年暗暝迄天8点外，拄到电脑系统故障，修将近1点钟才恢复。迄天确实流程有乱去，部分改用手写单，会检讨改善内部流程。也内面讲切一半樱桃，业者讲可能是总破塞，感觉这个樱桃表面无够坚固，才改切掉。也毋过其实正确做法应该爱互人摕好的一个完整樱桃。台北市卫生局讲，对着日本式料理餐厅，互民众反映讲，食饭了后出现落吐者，即阵无接到通报，不过派人稽查。针对人员卫生、食材处理、作业场所卫生、病媒防治、设施设备管理等加强稽查，并要求限期改善。其届未改善，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8条及第44条，处6万到2亿元罚款。民众食饭了后，为安怎出现落吐者情形，原因也要调查。只是民众欢欢喜喜出外食团圆饭，其实食甲真不满，就看业者后续安怎甲顾客来沟通，挽回上路咯。记者综合报道。正月初2，这嫁出去的查某囝爱回后头厝。台中太平的涨价已经是连续29年拢办到。今仔日中昼和暗时加起来有50块倒。安尼讲到高雄内门也办超过10年啊，今年有350块倒，拢总是在地总铺师做的手路菜。虽然受到这物件起价影响，订倒金额有增加，不过来订的人犹原是真济。早起总铺师就开始无用伫独家炖汤备料。台中太平涨价，每年正月初2拢真澎湃的办到。今年上细汉的家族成员只有6个月大，也来上济岁已经103岁，子孙满堂，场面是真热烈。中昼拢超过到30外道、40道，开始的时阵，他中昼就50、60道，啊，因为可能是囡仔愈来人愈生愈少，啊，人口数就无增加。以早阮的办吼，拢是用迄个叫做大家自由参加啦。啊，因为像过年吼，迄物资拢较悬啊，所以吼，阮实名制都是家己用引导的实名制。啊，阮都是伫过年前大概会筹划大概1个月左右。台中市太平区的张氏家族，对1997年开始，每年的正月初2拢会举办盛大的家宴。今年总共有将近500位亲友参加，也有人对日本、美国返来。中昼开33道，暗时搁再开17道。另外，伫高雄内门也有外家宴，当地农会结合总铺师文化，也搁有当地食材。今年加开到360道，也吸引真侪回乡民众甲外地游客拢会来参加。在户外，然后大家不认识这样一起吃，比想象中的更多桌，然后看起来又有救护车，又有消防车，然后卫生看起来都还不错。原本一道7600个总铺师外家宴，受到物价、工资起价这因素影响，今年起到一道8000块，不过也是互人订了。这个外家宴疫情期间8一度停办2年，一直到2023年才恢复。在地总铺师在这个期间也一直在转型，对实体宴席转做网络配送。不过，若想要体会传统办桌的文化，也是要来到现场，才法度好好来感受到办桌，也有一个乡土情感的连结。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捷运有一只猫仔站长，叫做蜜柑。对去年开始呢，正月初2拢会回来到伊的后头厝，就是桥头糖厂这个站值班。真侪介意蜜柑的民众拢会专工来甲看，工作人员也特别准备两客来甲伊款待，欢迎蜜柑回来到后头。这古水模样，大家也三钱翕相。古水的蜜柑站长出现，现场民众都随提出手机一直翕，甚至有市中的民众规身躯拢是蜜柑的物件，专工来看去。正月初2这天，寄出的查某囝爱回去后头厝，高雄政府也安排蜜柑回来桥头糖厂站值班。这是新出的那个蜜柑娃娃，我特地去那个左营的蜜柑站长专卖店买的，希望可以让粉丝再多看到蜜柑啦。那也希望可以多办几场活动，就是让粉丝可以同乐。我也有因为蜜柑站长认识到新朋友，我觉得很开心啦。蜜柑卖萌的吃虾虾，还有他的眼睛很可爱。蜜柑有外称，伊去年总共摕高节带来1600万的收入，会当讲是全国上高趁钱的猫仔。为了要感谢蜜柑的贡献，高节也特别准备机上爱的凉鞋来款待。高节公司讲，因对去年开始办初2的见面会，今年的活动因估计因为天气袂歹，来看蜜柑的人也差不多伫咧2、3千人左右。
常常呢就是大家看到他吃播睡播就已经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疗愈。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他蜜柑站长现在已经变成是我觉得就是所有粉丝的心中的一个向往的一个上班族的形象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好好的慰劳一下他，每一天都这么的辛苦的卖萌。对原地龙洞鸟丰收用了后，即卖正做高质的形象大赛，大人囡仔拢喜喜的蜜柑站长。后一回见面会是伫咧2月15，想要看站长到底古瓜高水的民众会当把握机会。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台南府上有一间150年历史的老饼店，即马唔但保存这古早味，搁再加入新创意。今年特别做台湾字的米仔糖，要互大家伫咧过年期间有好吉兆。除了过年期间限定的商品，店家也开始伫咧卖初到拜天公的祭品，亲像是寿桃面、蚶仔、红叶等等的物件。拄出来的年节限定泡饼，互人看甲嘴软插插的。在地人真爱食这味，有150档历史的老饼店，遵照古法落去做，佮特别结合特档的生肖，像昨年因着用色素画一只蛇伫元宝宝，那安尼尔，今年因嘛特别耍创意，设台湾字的米仔糖，要互大家新正年头好彩头。送礼感觉会别出心裁啦，有做出这个赚大钱，要吼希望讲大家人伫过年的时阵吼，都会当好野。大钱入港，当然啊，咱还有细汉囡仔知影讲吼，要念，所以吼，我啥物拢顺势，表示咱的春夏秋冬24个节气哦，通总拢有对着咱的这个天时地运做伙咧行。台湾春节有真侪传统的脆食米，普遍人拢会买生人，嘛都是天公豆，有人丁兴旺的意思。若是高粒以红白两色来代表金甲银，互人讲金银财宝满大厅。这物件嘛定互人摕来做贡品，亲像感情这12项祭品是初到拜天公的大礼。除了较常看到的寿桃红菇，伫府城可以穿特别的下流包、甲牵泥来祭拜。马石榴，那石榴籽很多，就是用这个来跟天公祈求什么？祈求多子多孙。另外的话，还有就是那个牵姨，人讲牵那个姨这会那其实牵姨带来母鸡故为讲牵家孙跟牵吉意思是说，怎么带来财富，又带来子孙繁衍，都是很好的寓意。但府城饼铺节作者讲，传统糕饼内涵真丰富，嘛是留一辈生活记忆。不过，这阵传统饼店因为爱因应台湾化饮食起草，真侪店拢开始加入新世代的创意，要互古早味通声少年人来消费。记者李所台南采访报道。伫咱台湾有一个菜色果子雕刻歌手高世达，伊捌摕到台湾的10大杰出青年，去年佫伫咧德国的奥林匹克主持比赛摕到金牌奖。高世达就讲，伊学这菜色果子的雕刻已经有23年，也因为家己无美学基础捌碰壁过，后来是加看加学，才突破障碍。刺牛、虎兔，这寡经典的十二生肖，想要互人一个也就看出来。全考验高雕塑的功力，才会当互菜色水果为白面变立体，最后变做艺术品。毋但十二生肖，就连达摩也阁有福禄寿等人物，所有的菜色水果到高雕师高世达的刀下，全拢会当刻出来。幸运头毛加线条，毋通看高世达3、2个也就当刻出来。伫行上高雕的初期，面临的困难是袂少的。我们的食材要把它想象成立体的这个过程，其实想是一回事，但是你拿到手上雕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在前面初期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碰撞期。透过参考木雕艺品，甲师傅多底爱传承，互高世达成功自我突破，更加互伊伫2002年得到10大杰出青年，去年也得到德国 IKA 奥林匹克主持大赛艺术水果甲经典水果雕刻的金牌奖。这寡年落来，敢若国内外比赛都摕到29面金牌，应应农历春节食团圆饭，高世达也点一个新手甲一般民众日本款的高雕，是以一颗番茄切8等份，然后再把它拼回去一整颗。当我们打乱顺序之后，它拼回去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这么的密集。
首先将头毛豆切8瓣，大细爱共款，佮一一划开外表表皮，袂当切长。最后挺开头毛豆的表皮，就会当呈现花形状。另外出来两块的烫丝菜，利用伊的管，佮刻出花瓣的造型，放伫菜盘，毋若是时啊享受，也好菜色加大翻倍。对于果雕来说，你一定要很有兴趣，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再加上它可能并不是一个能够变成产值的商品。郭世达讲，伫果雕这条路上真寂寞，是凭着兴趣甲意志力才会当坚持落去。伊得到真侪奖，毋忘透过作品，互世界看到台湾，互果雕加入台湾的光荣。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13度到2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0度到2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2度到2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20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